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是我们欢迎收看6月22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越捷航空是越南第一间民营的航空公司，伫今日下晡第一班对胡志明市起飞越捷航班来到台南，同时伫市场热情的见证宣布对台南来往越南的航线正式起飞。今日下午，台南机场大厅出现济济人潮，一寡民众拢是要坐越捷航空对台南起飞到胡志明市的首班班机，为着要庆祝越捷航空越南胡志明市飞往台南的航线成功建立，市场热情的越捷航空副总经理阮氏翠萍、立委叶美珍、观光旅游局长王实施拢到场迎接，坐越捷航空对胡志明市飞到台南首班班机的人客，为因亲手送上纪念品。在空中小姐充满越南风情的舞蹈当中，象征充满女性吸引力的越捷航空正式来到台南。越捷航空副总经理阮氏翠萍也表示，会当在台南建立越捷航空的第6条国际航线是因的荣幸。作为一家新世代航空公司，怀着为广大人民带来更多飞行机会的愿望，越捷正在不停地发展新机队。本公司已承载超过2500万人次，每天有将近300次航班在运作，具有53条国内国外航线飞往台湾、新加坡、缅甸、韩国、中国、泰国等等。越捷航空正在蓬勃发展。这条航线的建立对台南来讲也有相当重大意义。越捷航空直航胡志明市跟台南，固然是越捷航空诸多版图里面的一小步，但实际上是越南胡志明市跟台南市的交往的一大步。未来势必可以促成胡志明市或越南，或者是台南跟南台湾人民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密切。这是台南市的第3条国际航线，在台南市直航香港跟日本之后，现在能够直航胡志明市，这是第3条国际航线。这条航线势必会让台南市跟国际的交流会更加的广、更加的阔、更加的多。新台湾之子或者是台湾的新娘来自越南的新娘子一条更方便回娘家的路。台南到胡志明市，市长希望借由这条航线的开通，呼应蔡英文总统的经济南下政策，也鼓励较侪民众会当到越南旅行，互相交流，让台南变做一个更加国际化的都市。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南区一间幼稚园传出疑似虐待儿童事件，因为一位要3岁幼童被家长发现规身躯拢被撩着伤，家属为了要真相，找上议员定情，议员当时要求市府教育局、警察局做伙到该校要求调阅监视器，但却被业者拒绝。目前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接无到3岁囡仔面甲身躯拢出现未少空喙，家属表示，这个囡仔食饭速度比一般小朋友较慢。最近发现伊无爱来好好上课，而且日前身躯顶阁出现疗伤，向幼儿园询问，一开始好人虐待，后来表示可能是老师为着安打小朋友的情绪，伫过程中才无细致疗伤。打法，他直接从他的脸这样转来转去，然后直接这样走。然后直接把它拎起来，这样子拎出去外面这样子。对，纯粹是因为他吃饭太慢，他硬把它塞进去，所以他就硬把它硬压，让它吞进去。然后孩子紧张之后就会吐，整个都吐出来。然后吐出来他就生气啊，更生气，就把它整个抓出去，所以才会有抓伤。就一次吗？还是说？在之前也有。其实那一天要抱他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挣扎，连穿鞋子都不让我们穿。对，他已经挣扎了，而且园方有讲，小朋友在前4个月其实还 OK， 可是在这1-2个月就已经不行了，他就已经排斥来上学了。那就是很严，就是很明显的抗拒上学。对，就已经不想来了。他每次来就会哭啊，就会闹。
然后那个换吐的衣服的字数很多，因为他吃太慢啊，那个孩子很乖，他静静的坐在那里吃，但是他吃的过程速度比较慢，所以他老师就会生气嘛，请他切，对，他切嘛，摇他的脸，这样抓啊，来切啊，可以跟夹。然后我们刚刚还有看到一个画面，要打其他的小朋友的头。对，都是同一个老师，都同一个老师，对，同一个老师。伊原林演作批评，从无到3岁囡仔用甲全身躯拢是空喙，就亲像是酷刑共款。而且上恶质的是，有任何总公司竟然是要用退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伊原希望教育局会当提出公权力来处理。当我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只有2个字：很扯。为什么？既然有这样的教育，这让我看起来叫酷刑。因为呢，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才3岁不到的孩子，他能表达什么？难道一个吃饭，老师叫这种行为吗？把孩子弄到全身都是伤，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呢，老师的要讲说，老师也不承认说孩子自己抓的。我们认为说自己做错事情，应该要坦然的去承认，好让取得家长的原谅。可是不是，是狡辩的。然后现在又看到。总公司就是这一家那个幼儿园的总公司，这个态度，他认为说，反正呢，我把钱退给你呀。他现在是要把这一个月的学费退给那个家长，叫他不要来上课。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幼教吗？对此，校方并无愿意提供监视器的画面，也无对外说明。李家秀也已经提出伤害告诉，专案目前交由警方深入调查当中。跟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政府基础去年天教日的教训，今年不但提早应用到各区的选择，而且各向中央争取900万的补助，希望针对去年有450个天教日病例重点区域来加强防范。市府卫生局办理天教日防治社区动员以及卫生教育等预防性工作，得到中央900万补助经费。为争取时效，卫生局请议会同意新垫付。对此，议员董品娥质疑900万的补助费到底够不够用？去年这个教训我们要汲取，所以我们今年提早防治。那这中央补助900万够不够？那当然，平常我们就有一些相关的经费嘛，只是说这个中央再多给我们900万，这是给啦，这古早无遐侪钱要互咱啦，但是他有答应，最主要还是在重点里啦，有去规划出来的重点里啊，台南市有176个里，伊也去做这些问题。我都要讲过啊，其他的里咱台南有752个里嘛，其他里如果需求的时候，是由卫生局或环保局或从区公所里面的经费去做云置啊，这咱平常时都有这个预算啦。对此，议员董品娥呼吁各局处记取去年的教训，重视天教日防治，希望莫阁出现天教日死亡案例。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配合热市场公益向善的施政理念，社局长刘淑慧对去年就任到达，就积极推动守护长辈等7大社会福利政策。而实施到达，除了得到中央各项科学评比的肯定，而且得奖无数。上午透过记者会，要以呈现伫市民眼前。社局长刘淑慧对去年5月1號就任到达一冬外来，以台南长辈守护、儿童少年保护、市民志工参与、身心障碍辅助以及汇集资源救助贫困等7大社会福利政策来积极推动。除了成果丰富，嘛得到中央各项科学评比的肯定。上午以呈现无数奖项，希望感动家己，嘛互市民有感。社会局赞。其中为应用个人社会需求，社局嘛以公办民营方式首创多元照顾服务机构，希望实现长者对健康到适龄，容易当在地老化理想。这个搁置许久的台南市的长青公寓，我们把它转型成为一个这个多层级的一个照顾服务的点。那从这个健康的长者到失能的长者，那大概分为4个级，那都在这一栋大楼里面呢来提供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老化。
就是过去可能从健康安养到这个长照，到这个照护，那还有这个养护，那这一些可能要换不同的点，那到不同的机构去。那可是，在我们这个悠然绿园的这个公办民营的这个地点呢，我们可以只是换楼层。另外，根据统计，台南市中部愿意投入志工服务人数比3年前成长8%，而且到目前377个社区服务关怀据点的数量嘛是全国上多。小区就希望打造个人友善的本路社区。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9月22号将办理今年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其中爱情总决赛将是今年的重头戏之一。因为市府特别邀请6间服饰元老的庙宇，甲各大饭店合作，开发元老的餐点。而在北区公所的看线之下，大观亭行政局甲经营饭店的拍头阵，上午正式推出看嘴元老的爱情料理。看到媒人婆带新人一面进场，一面讲好话，就是要提前互咱感受今年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后个月就将登场的喜气。当然会出现这场爱情料理，也是北区公所做媒人将府城4大元老之一的大观亭看嘴元老甲饭店结合，希望元老不只是看人缘，嘛看介到饭店，将爱情、将文化入菜，甚至要行销到国际化。爱情入菜其实是我们七夕爱情嘉年华活动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往年也曾经规划过。但是真的不像今年起步的这么早，而且我们每一盒的这几家饭店都非常的用心。那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说新纪公把月老把它学术化，而且跟精英酒店合作之后变成是什么国际化？因为精英酒店是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一个饭店的一个集团所以他们跟国际上的连结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刚刚李总经理也说，他会把月老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透过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全球的网络，把它推送出去。对着5000家饭店来讲，以看嘴元老的特征来设计，不管中餐、西餐，甚至连奶盖茶饮料，拢呈现元老看嘴搞嘴遁的意象，甲现场贵宾趣味体验，并以将文化创新的手法来设计菜单，相当值得期待。其实台南这么多月老庙，那不同的月老庙它有不同的这个你的目的性不同，你可以拜不同的月老庙。我们有这么棒的元素可是我们不要说日本国外这些旅客，连台湾很多外县市的这个旅客，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丰富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些典故有这么多月老可以来求好，所以就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整合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想我们精英的角色其实就是帮忙台南市把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些元素呢，跟外县市还有全世界去做宣传，去做 promote。这套定价3800块的爱情料理，除了相当澎湃，更受满满的卡数。到时8月9号七夕迄天将限定推出。只要穿古装，或是本家复兴时期服装，前5名也有免费的招待。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必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国家会对2013年开始就启动布袋戏制作甲发表专案，协助布袋戏人才将树电光、舞台、编剧等等，到大已经创作出9出新的布袋戏作品。而今年特别伫这9出当中，搁再精选3出，将伫北、中、南3地巡演，内容相当的精彩。下面先带大家来欣赏。喂，5车骑着 BMW2500cc 奥多麦向前冲，对方的速度对过高田风驾车来逼近了。布袋戏随着时代演变，加入新的现代创意元素，就亲像是这出《风云再起，泛海青城》，予观赏者一种新奇特殊的感受。另外，还有以人性为故事卖点的乌金印象类，以及情感阴阳两界的傲气之子游民节度赛。这3出由国艺会布袋戏制作专案当中精选出来的年度大戏，将伫台南、台中、台北3地庙口巡演。台南站选伫关庙，是因为关庙出了济布袋戏的人才。这摆出来这3团拢非常的优质，这是国艺会吼，因经过3年了啦吼，3年的训练啊，有9团的这个团队。对内底精挑细选上好看的戏、上厉害的团，啊，甲带来咱关庙遮来做第1场的这个演出。我想这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咱平常时要去请嘛请袂到的啦吼。啊，但是我小的感觉较可惜一丝啊，就是拢无阮台南的团，真硬气啊！啊，但是不要紧，好的团来到咱台南市。我想咱的团队嘛是会当交流的机会啦，吼，咱有机会会当甲因交流。咱係關廟人，咱聽迄陣啊講，台灣上好演的演賽內面，黃海第1、第2上，啊來就開始咱三仙嘛，吼，咱的神啊賽，啊所以叫已經傳過來時陣，大家攏知影，較早關廟是真重要的，所以阮若是文化界，咱攏知影講，那你講關廟啥物上有名，因為講面啦，往來講毋是啦，迄神啊賽吼，布袋戲上有名。啊，所以咱讲3个所在，咱咧找啥？找迄个戏曲里底，来到关庙讲起来是关庙上后看布袋戏啊。3大专心创作故事，精彩可期，欢迎热爱布袋戏文化的民众。6月24、25、26 3天，都会当到关庙三西宫庙埕头前，免费前来欣赏这场难得的布袋戏盛会。台南新闻网站张国忠采访报道。另外，伫去年全国街头艺人决赛当中，就伫现场表演写生并创作的悠悠画花。伫今年会员认定当中，将近半数会员都特别将东港的情景记录呈现，除了希望以彩笔来传达幸福感，也要让更较侪人感受台南的人文艺术风貌。有一群热爱艺术加写生的创作者所组成的悠悠画花，因为会员来自无同的领域，各有无同的风格，也互每一摆练点呈现多元精彩面貌。特别是间花入花，拢需要至少半档的户外写生实力，所以当看出一摆练点，特别以去年街头表演为对象的记录，要甲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呢，展出的主题主要是。因为去年我们11月有一个街头艺人，然后街头艺人有一个表演大赛嘛，然后我们受市政府邀请嘛，所以我们就去发动我们的会员去那边写生，所以我们当时呢写生的主题主要是街头艺人的一些表演，哦，包括那个欧虎剧团，还有那个大环表演，所以我们这次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主题就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这个画会呢有一个特色哈，就是礼拜4早上我们会在各个景点啊，像名胜古迹，孔庙现在我们都画了好多次了，然后还有远地到德延埤啦，或者是跑到我们也办了日月潭的一个2天的写生啊，就把这些写生的作品在这一次里面。呈现出来。所有作品认定对22号正式伫生活美术馆开幕，一直到7月6号为止，都来展现数位艺术。画家嘛希望以台南的林树木作为背景的创作，来表达对本土文化的关怀。电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地面保险公司为了庆祝大台南地区的贵宾卡突破20万张，对6月23到29号将联合2间分店，这会推出3种的回馈，并且提供消费者换柜折扣。地面百货公司贵宾卡自推出到今，全台已经累积超过100万位卡友。大台南地区更是突破20万张，为了回馈南部的消费者，2间分店拢在6月23号到29号期间，分别推出节好康大放送，要让消费者趁到换柜的时阵享受到折扣。6月23日到6月29日，总共7天的时间，台南新天地以及台南中山店，我们首度的携手合作推出贵宾卡3重大回馈的活动。在台南新天地的部分，包括了20万点数加码抽，双卡得利满5000送200。那在中山店的部分呢，则推出了满3000送200，以及满额加码Part 1 and Part 2的活动。那希望搭配各波段的卡有礼以及馆内的满额赠，希望在下换季流行服饰5折的这段期间，给大家最精打细算的换季大折扣。同时，随着换季，2间分店拢针对流行服装甲凉鞋推出真济折扣，包括20万名的卡友，在今年夏天用优惠的价格穿甲水水。但新闻站山林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3级到4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6月22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那么在港节时间再会。